個問題咧，你有時候寫呢啲朋友嘅啦，通常咧佢哋會有一個 system 佢係我記咗去，會 check 翻落嚟呢一 part 到呢一 part。歡迎乘搭新時代巴士，線路 H1由山頂醫院急診大樓到水坑尾循環之後，山頂醫院急診大樓，下一站黑地體育館。Sentido la Calma Bayer, linha H, próximo paragem, Pavilhão Cognitivo Facial. 欢迎乘搭澳门新时代巴士，线路 H1，方向山顶医院急诊大楼到水坑尾，徐环线回山顶医院急诊大楼。下一站马石体育馆。Welcome to Macau Nuero, line H1. Next stop, Pavilhão Cognitivo Facial. 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係好事嘅，即係啱啱我都認同佢哋講，其實特別我諗其實讀咩學科都係，因為如果我哋真係純粹抄襲嘅，我覺得我哋唔需要交咁多我哋嘅學費去到一個學府咁辛苦自己，又辛苦屋企人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應該嘅對學術嘅尊重同埋對自己嘅尊重嘅。咁我諗呢個係即係去到邊度我都覺得應該係要保持我哋真係要對學術嘅尊重，否則其實都冇嘅意思。我哋先休息一陣間，轉頭翻嚟繼續同星去傾偈。食品業界有義務保存進出國記錄或相關單據。依家時間係下午5點。電台一節新聞簡報：氹仔嘅豪利安藥廠舉行開放日，總經理梁燕華表示，廠內冒出嘅
嘅白煙主要嚟自供氣系統同涼水塔等機組喺溫度變化或者散熱嗰陣冒出。廠方有定期監測廠內嘅排放口，亦都邀請第三方作抽檢，符合標準。佢又話附近市民會聞到氣味，佢話有氣味並唔代表有害，已經利用技術盡量減低氣體味道。藥廠生產總監張志珍話：喺製藥過程中，的確會產生氣體，但藥廠釋放嘅氣體需要經3層程序處理之後，先至排放到大氣中。而所排放嘅氣體符合國家標準，亦都貼近歐盟標準，對人體無害。張志珍話：藥廠處理污水方面，會回收公共行政大樓污水，而清潔藥廠嘅污水需要經廠內嘅設施處理之後，直接排到污水處理廠，排出嘅污水係符合法例要求。公共行政大樓喺本澳舉行嘅世界女排大獎賽第2日賽事，各位乘客請勿在車廂內飲食，多謝合作。4局比分係23-25、25-19、25-15同埋25-18。巴西喺揭幕戰2-3不敵塞爾維亞，目前戰績1勝1負。聽日嘅壓軸比賽，巴西將會對中國。中國下晝將會對塞爾維亞。衛生局接獲內地衛生部門通報，遼寧省確診中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消息話患者係67歲男性，目前病情穩定。衛生局話，根據目前情況，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地仍然會陸續出現更多人感染甲型 H7N9 禽流感病例，亦都唔排除澳門出現病例。衛生局已經要求各醫療機構同醫務人員密切留意，如果有懷疑個案，亦都及時作出檢測或轉介。喺香港，泛民議員同支聯會發起聲援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嘅遊行。出席嘅林榮基喺遊行開始前談及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否認自己講過幾次被帶返內地。話李波雖然身在香港，但仍然有親友喺內地。強調從來冇向林榮基講過自己以方式返內地，又批評林榮基話佢帶書店資料返內地係無中生有。呢件事警方拘捕12人，為佢哋披露嚴重恐怖襲擊。佢哋曾經3年半喺全港多個地方展開搜捕行動，搜查咗大約40間屋，拉咗40人調查，其中12人被捕。當地傳媒話，當時警方收到情報，有啲組織計劃收換冇創意同法國行動。濕度82%嘅較時間啦，會係天晴，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吹3至4級偏南風。大家睇埋聽日嘅天氣啦，6月19號星期日會係天晴，部分時間多雲，吹3至4級偏南風，氣溫又係攝氏28，去到最高嘅32度，相對濕度大約60%去到90%之間。咁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啦係約為3，係屬於極高啊。現時錄得嘅紫外線指數係3。下一站，阿馬拉田地。Próxima parada, Praça Caramel。下一站，亞馬拉田地。Next stop, Praça Caramel。今日係農曆5月14。深圳大家歡迎嘅氹仔市集又翻嚟啦！1月24號至6月19號，逢星期日朝早11點到晚上8點，民政總署會繼續喺氹仔舊城區消防局前地設攤位擺賣。除咗上述時間之外，市集更會喺農曆正月初1至初3、復活節期間、清明節同佛誕加開添，歡迎市民到場遊覽購物。另外，現場更會設有文娛表演節目，市民除咗可以暢享購買樂趣，仲可以體驗市集文化。馬國至林茂堂時限性公交專道計劃將會喺5月7日試行，專道分3段，全長約1.5公里。第1段河邊新街行人天橋至馬國廟，第2段河邊新街行人天橋至司打口，第3段沙梨頭海邊街至林茂堂。
首階段會喺星期六日試行，時間為上晝7點半至9點，下晝4點半至晚上7點。期間，巴士同私人車輛會分道行駛，駕駛者要注意現場嘅指示牌，小心駕駛。為保障路面暢順，除制定咗緊急預案，現場亦設有視頻監察系統。誤闖專道嘅駕駛者可被罰款澳門幣600元。詳情可瀏覽交通事務局網頁。阿媽，我俾人捉咗啊！你又俾人捉咗？今次又要幾多錢啊？下一站，你阿仔，有冇人做擔保？你唔好超埋啦！你成日冇事啦，攞廿萬送俾佢啦！你俾我同我仔講兩句先啦。福金酒店，係咪阿文啊？或者各位乘客，請勿在車廂內飲食，多我覺得係咪阿雲啊？小姐我有雲啊！咩啫？我仔叫阿林啊！如果遇到類似嘅情況，下一站，加斯拉馬路，俾人捉咗嘅話，若天客人都腳跌千祈唔好即刻俾錢啦。呢個程序講一啲同事實不符嘅內容，例如故意講錯仔女嘅名，嚟試探對方係咪真係呢個仔女。無論係接到詐騙電話，定係懷疑親人俾人禁錮，都應該馬上報警求助。司法警察局報案熱線993。由體育局及中國澳門大球總會主辦嘅2016澳門銀河娛樂世界女排大獎賽，將會喺6月17至19號喺澳門中藝。下一站，終點站，山頂醫院急診大樓。參賽隊伍有中國、巴西、比利時、不接接触渠道3中外路。下一站，終點站，山頂醫院急診大樓。Next stop，不接接觸渠道3中外路。手創造樂之家。先生，你拍緊份咩？太太你好啊，我係民政業署嘅稽查人員，今日嚟發通知書，希望大廈業主可以改善冷氣滴水嘅問題。通知書？喂，警察先生，嗰度落牌嘅單位佢冷氣出現咗問題咩？我都唔知喎。其實冷氣喉管用壞咗出現問題係好常見嘅，由2011年開始，當我哋嘅民選成員不斷有可能